屏东县府伫12月初的时阵有发函，予县内各级的学校，建议这老师呢，伫校内的时阵，手机啊拢应该着爱关机，而且是限制翕相参录影的。这个行动呢，是引起不少老师甲家长的反弹。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呢，嘛来质疑这县政府拢无先参教育团体来讨论，就直接安尼发出公文。那县政府教育处是回应讲，这只是提供各校参考尔。就是这份公文，屏东县政府发函予屏东县内200多间高中以下学校。公文内容写着，教职员工伫校园使用行动载具，除了结合引导和紧急联络以外，拢以关手机为原则。甚至佫讲，若要使用手机翕相录影，要先经过家长同意。听到这种要求，有的家长拢感觉无合理。因为现在手机对每个人的需求很大，那老师如果他连这个手机的自主权都没有的话，对老师也不太好。这样老师在学校关机真的很荒谬又不是在军营，而且现在不管是老师跟学校的内部的通知，或者是家长跟老师的联系，都要用赖群比较及时，而且只要老师上课关静音就好了啊。身为家长，我很感谢老师在一些重要的时刻为孩子拍照。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讲，针对屏东县政府的要求，有袂少老师表示不满。全教产嘛质疑，老师予人要求关机，但是下班了后却需要24小时待命，严重侵害到老师的劳动权益。而且县府拢无先参教育团体讨论，就直接发公文，做法无妥当。有兼任行政的，或者是有特殊生在班上的，我们都是要随时携带手机。老师在学校关机，那他回家要开机吗？有需要接家长的电话吗？还有各种评鉴、校务评鉴、特教评鉴，都需要大量的照片。请问这些每一张都要经过家长同意吗？县府也提醒老师没有未经同意的这个学生的影像就不要随意拍摄跟外流以符合整个个资法跟肖像权的规范。对此，县府教育处回应，因是按照教育部的使用原则，提供学校订定管理规范的参考，适用对象有老师甲学生，毋是只有针对老师。教育处嘛强调，实际规则是需要讨论了后，经由校务会议通过才会实施，是希望校园使用手机有一个规范，避免争议。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